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旧北云林甲嘉义的交界，昨透早7点半发生着连环的大车祸，大细台车有21台，拢做一伙，2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一开始是一台修理车去追撞着头前的驾驶车，但是出车祸了后，这个驾驶无伫车祸现场的后壁来放这个警告的标示，加上这个大狗物看真无，所以才佫发生着另外2波的追撞。啊，讲这条西滨快速公路全长300多公里，敢若伫个苗栗一个点有来安这个狗物的侦测器。公路总局即摆按算讲，2个月内会佫来安佫较侪侦测器。驾驶看到头前这台车想要闪闪的负撞落，所以这台白色车甲载饲了拖拉机不撞落，车内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当场无命。随着又发生第3波的追撞，造成一个负责人被撞死。西滨这场连环追撞的车祸，总共21台车造成2死8伤。透过行车记录器影像会使看到，车祸发生当时现场大雾连伫头前这驾驶筒嘛拢看袂清楚。300公里长的西滨快速道路，敢若地面咧设一支大雾的侦测器。我们会请气象局来协助我们，看是要怎么去设这些侦测器。西滨为北到南，因为拢无收钱，被称之为善食人的高速公路，发生重大的连环车祸了后，公路总局将研究增加大雾的侦测器设立的地点。那大雾时发生车祸，警方建议讲，车若我都驶去路径较安全。驾驶人当然还是要以保护自身还有他人的生命安全来为第一优先的考量。警方讲，若是驾驶人烦恼讲车刷顶动会破坏现场，其实原警医院会使依照刹车痕、扣痕等等证据来还原现场。若是车已经无多驶顶动啊，驾驶头一件上要紧就是伫车后壁100公尺的所在放这个警示标志，随来赶去路径也是护栏外等人来救。